议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涉嫌贪污，昨尾马皇裁定受押禁见。桃园地方法院点出着3大受押的理由，除了恐惊会逃亡之外，因为这个案件也有关系人也未到案，郑文灿阁有正常的影响力，而且伊进前甲秘书的对话冒串口径的记录，所以有受押的必要。这个案件关键人之一。大塑集团总管理处的前总经理杨跳林，因为高龄90岁，日前是以1000万来交保，但是检方提出着控告，再去过来开庭，也是维持原裁定1000万交保。今天还好吗？心情怎么样？都好啊。郑文灿的法律律师透早来到桃园看守所会见被告，对外界关心的控告进度无讲详细。对抗告结果会有信心吗？郑文灿伫咧看守所头一顿早顿有乌汤馒头、鸡卵含麦仔茶，亲戚朋友嘛赶伫咧透早来甲菜含物件调戏。一天就2000块，对，一天都2000。所以有些没有买到。对，你可以礼拜一再来。郑文灿开3摆扣押庭，本正人过笑，即马防押起来禁见是由头甲面，关键伫咧伊是嫌犯7年以上的动罪有走漏记录，原本为着买回清白，搞出来手机影以外公开含秘书的对话记录。除了进前交保被告，也有其他也未到案的关系人，法官认定要串证嘛是有可能。郑文灿头尾无申请犯案，佮将答辩方向传给秘书，而且佮有案件关系人也未到案，考虑到伊正常关系人吧，可能影响证人裁定扣押。郑文灿律师团遂提出控告，高院证实，即摆已经分案处理，桃园地检署卖继续侦判。检察官今天是要开羁押庭吗？那针对涉盗秘密、灵魂证件他案侦判，检方继续动作。原本裁定交保的大塑集团总管理处前总经理杨兆林，检方控告成功。桃园地院伫咧今仔日中昼，搁一摆召开扣押庭，历经点半钟的审理，法官最后决定维持原裁判。后杨兆林1000万交保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